夢幻樂園急轉直下變成一座死城。你今日走入去，只會見到荒草高過人頭，生晒銹嘅過山車喺半空晾乾，成個場面好似拍緊末日電影咁。到底係乜嘢人咁大膽，敢用15億去建一座鬼城？背後又隱藏住啲乜嘢驚天嘅商界大話，同埋地方政府嘅算計？今集我就帶大家深入呢座華中迪士尼嘅前世今生，逐層拆解呢個荒謬絕倫嘅商業泡沫。我哋先將時間撥回去2017年，嗰陣時嘅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叫做文旅大躍進嘅狂熱年代。乜嘢意思呢？高人工嘅班底，但喺文底就嚟啦。香港嘅英靜環境同內地係兩回事，呢度嘅租金同人工成本係可以食咗你成個利潤。根據業界消息流長，呢幾間大鋪每個月嘅租金、管理費加埋水電人工，開支講緊係過百萬，即係話你一日唔賣翻幾百盆酸菜魚，你連個底都醒唔返。點麻學企白幕，跟住2023年初香港全面復常之後，原本以為生意會報復式增長，點知換嚟嘅係報復式北上。香港人每逢星期六日就去晒深圳食太二、食探迷，一盆梨喺深圳賣100幾十蚊人民幣，喺香港要賣300-400蚊港幣，收費黐沙心入面自然有180%。當本地客源流失，針對失智長者的專業護理中心，這裏有專業的康復師，每天帶他做腦部活化訓練，有心理輔導員陪他聊天，還有專職的營養師為他定製每天的小鹽小糖膳食。住了1年下來，李姨的病情不僅沒有惡化，心情反而變好了很多，整個人精神奕奕，連原本的高血壓都控制得很穩定。李姨的孩子每逢周6日坐高鐵或者過口岸去看他，只需要1個小時車程，方便得不得了。說到交通，這也是深圳養老能成為趨勢的超級關鍵因素。以前說到去內地養老，很多人嚟講，我哋逼緊同用甚至更貴嘅價錢，食緊嘅竟然係同超市嗰啲20幾蚊一盒嘅叮叮嘢無分別嘅食物，你話係咪好諷刺？我想講返啲利是，咁無足街狗喺90年代，即係大概我10幾歲嗰陣，香港嘅茶村倉係有一種命運喺度。嗰陣時啲師傅好有火氣，佢哋對每一碟出品都有要求，就算係一碟最簡版嘅午餐肉公仔麵，佢都會幫你煎香兩面，啲湯底係用支骨熬出嚟。但而家如果你係一個30歲或者40歲嘅香港人，你一定會發現味道變咗，因為預製菜係供於花生站，工廠入面嘅配方係固定晒。咪籠你喺旺角食定係喺屯門食，嗰碟咕喱肉嘅酸甜味都係有，一定要用藍色蟹戰拆膠布，因為食物入面好少有藍色，容易發現急。相反，好多香港蟹老字號仲係用緊40年前師徒製嗰一套，廚房入面大晒蟹係個總廚或者大師傅，老闆或者管理層根本入唔到廚房管佢哋。呢啲大師傅好多時撞住自己有幾十年經驗，覺得自己做咗咁多年都冇事，依家使乜搞咁多新花臣？佢哋會覺得戴手套點做嘢啊？麻煩。受傷貼塊膠布咪得咯，咁多挑剔。當一個廚房蟹最高掌權者都係咁蟹心態，底下一班細蟹自然有樣學樣。加上老字號往往缺乏現代化蟹監督機制，冇安裝閉路電視，冇定期蟹焗辣衛生稽查，結果就係將食客蟹健康當作賭注。講完衛生地穴，我哋再嚟講下另一個令香港人最痛心、最憤怒蟹現象，老字號淪為。你有冇試過收工好攰，個人謝晒，諗住去樓下求其買盒叉燒燒肉飯醫肚？返到屋企一打開個飯盒，當堂成個人呆咗，成盒飯望落去，唔係骨就係肥膏，一係就乾到好似柴皮咁嘅瘦叉燒，真正想搵嚿入到口嘅肉都難。嗰一刻，你心裏面除咗粗口，可能仲會湧起一種莫名嘅悲哀。點解今時今日喺香港食餐燒味飯，居然會慘過買六合彩，好似玩抽獎咁？最近上網睇到連登討論區有個熱帖，班連登仔直情開死因研究庭，力訴香港燒味嘅6宗罪，字字精膽，句句血淚，引嚟成千上萬個網民圍爐共鳴。大家越講越興奮，同時越講越傷心，甚至有人狠狠咁丟低一句：香港燒味已死。呢句說話聽落好偏激，但係仔細諗下，玩嘅時間，試問有邊個爸爸媽媽會喺大熱天時開3個鐘頭車，帶住小朋友去一個山窿裏面玩過山車？除非你個樂園真係有迪士尼咁頂級嘅 IP， 有米奇老鼠，有冰雪奇緣，否則憑乜嘢吸引人遠道而來？但神奇嘅係，呢個項目竟然順利通關，仲拎到大筆融資同埋土地。喺2019年前後，樂園正式開工，各種大型遊樂設施陸續進場。當時嘅村民
同埋附近嘅居民仲以為自己執到寶，以為自己屋企門口真係要出一個世界級嘅景點，甚至有人擇盡積蓄到客人手上。一旦遲到，迎接阿明嘅就是平台嘅罰款、客人嘅差評，甚至會被扣減接單權限。為咗生計，有啲騎手頂硬上，冒住被抓嘅風險繼續行事，結果就是送一份幾塊錢皮送費嘅外賣，一旦被交警捉到，就要面臨幾百塊嘅罰款，甚至連幾千塊買翻嚟嘅搵食車都會被即時沒收。網上面流傳住好多影片，畫面入面有啲20幾歲嘅後生外賣仔跪喺被沒收嘅電雞隔籬，一邊喊一邊求交警放過，話自己今日連一單都未送到，如果沒收咗架車，佢連下個月嘅房租都交唔起。嗰種畫面真係令人睇到非常心酸。除咗外賣員之外，普通打工仔嘅返工路線，嗰個畫面真係令人睇到毛骨悚然。你走入去樂園嘅大門，原本宏偉嘅售票處玻璃已經碎咗一地，門口嘅招牌掉落喺地上，被踩到稀爛。往入面走，原本應該係鋪滿鮮花同埋歡聲笑語嘅城堡廣場，如今被高過人頭嘅雜草同埋野生藤蔓完全吞噬。嗰啲雜草生命力極度旺盛，由地磚嘅縫隙裏面鑽出來，把原本精美嘅歐式雕像包圍得密不透風。如果唔係睇到路邊仲殘留住一啲卡通人物嘅斷肢殘臂，你仲以為自己去咗什麼原始森林。最令人震撼嘅係，去到2026年嘅4月，一場困惑已久嘅內廷禁令終於正式演爆。這場行動嘅力度同速度可以話係前所未有。深圳多個部門聯合執法，實行咗全範圍無耍角嘅大清場。路線受到衝擊嘅係各大主要幹道。政府宣布，包括深南大道、濱海大道等深圳最核心嘅交通動脈，全線24小時禁止電動單車通行。只要你敢揸架電雞上去，迎面而來嘅就係守候喺每個路口嘅交警同輔警。執法機關採取咗逢圍必究、逢改必扣嘅鐵腕手段，只要發現你架車有任何改裝痕跡，例如加裝咗遮陽傘、改咗避震，或者最關鍵嘅改裝咗電池同超速封殺死，對唔住，即夢幻樂園急轉直下變成一座死城。你今日走入去，只會見到荒草高過人頭，生晒銹嘅過山車喺半空晾乾，成個場面好似拍緊末日電影咁。到底係乜嘢人咁大膽，敢用15億去建一座鬼城？背後又隱藏住啲乜嘢驚天嘅商界大話，同埋地方政府嘅算計？今集我就帶大家深入呢座華中迪士尼嘅前世今生，逐層拆解呢個荒謬絕倫嘅商業泡沫。我哋先將時間撥回去2017年，嗰陣時嘅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叫做文旅大躍進嘅狂熱年代。乜嘢意思呢？高人工嘅班底，但喺文帝就嚟啦。香港嘅英靜環境同內地係兩回事，呢度嘅租金同人工成本係可以食咗你成個利潤。根據業界消息流長，呢幾間大鋪每個月嘅租金、管理費加埋水電人工開支講緊係過百萬，即係話你一日唔賣翻幾百盆酸菜魚，你連個底都醒唔返。點啊學企白幕。喺2023年初，香港全面復常之後，原本以為生意會報復式增長，點知換嚟嘅係報復式北上。香港人每逢星期六日就去晒深圳食太兒、食探迷，一盆梨喺深圳賣100幾十蚊人民幣，喺香港要賣300-400蚊港幣，收費黐沙心入面自然有180%。當本地客源流失，針對失智長者的專業護理中心，這裏有專業的康復師，每天帶他做腦部活化訓練，有心理輔導員陪他聊天，還有專職的營養師為他定製每天的小鹽小糖膳食。住了1年下來，李姨的病情不僅沒有惡化，心情反而變好了很多，整個人精神奕奕，連原本的高血壓都控制得很穩定。李姨的孩子每逢周六日坐高鐵或者過口岸去看他，只需要1個小時車程，